大家好，我係 Kelvin 風，中文名叫馮耀宗，或者可能你會記得我係骷髏宗多啲。咁今次20週年嘅 reunion，好多謝喺世界唔同嘅地方嘅同學啦，喺當中用咗佢哋嘅時間啦、心機啦嚟到去搞呢個 reunion。再一次即係多謝晒咁多位，因為無論嘅係籌備又好，或者今日坐喺度睇住呢個 video 嘅都好，冇咗大家嘅參與咧。呢個 reunion 係冇可能嚟到去搞得成嘅，咁所以都再一次嚟到去多謝大家嘅參與。我喺91年過咗嚟加拿大之後咧，就一直到而家都喺加拿大呢個地方嚟到去生活。嗰陣時過嚟嘅時候去咗 Ottawa 嚟到去讀大學，咁畢咗業96年我就落咗嚟多倫多咧嚟到去做嘢，咁直至到而家啱啱今年結婚。咁我做嘢嘅地方咧係一個嘅基督教嘅非牟利機構，咁叫做加拿大基督使者協會。我做嘅工作基本上係去到加拿大唔同嘅大學嘅裏面咧，就同啲學生做一啲嘅 spiritual counseling 或者係一啲嘅 leadership training 嘅一啲嘅工作。如果有機會嚟到多倫多，咁我都希望你可以嚟到揾下我傾下偈，大家聚下舊。或者我翻到香港有機會嘅時候，我亦都希望可以揾到大家，同大家去傾下偈。我哋啱啱上個禮拜，我哋多倫多嘅一班嘅同學，我哋出過嚟有個自己嘅 reunion。咁過咗20年，大家雖然個樣或者身形都變咗少少，咁但係我哋對學校嗰種嘅感覺，我相信大家都冇變到。咁希望呢一份嘅感情，我哋除咗20週年之外，30週年、40週年、50週年，我哋都唔會變。有機會我哋再係同大家嚟到去傾下偈，聚下舊，希望有機會見到大家。OK，拜拜。